曾因高位截瘫却战胜10几种癌症闻名的张海迪，因一则澄清文再度引发热议。这位5岁便因高位截瘫与轮椅为伴的励志模范，其传奇叙事近年屡遭质疑。网友发现他实际仅患过一次低恶性皮肤肿瘤，且早已痊愈。网传截瘫患者翘二郎腿的照片更点燃信任危机。面对是否拥有外国国籍的追问，他虽称永远是中国的海迪，却回避出示护照，加深了公众对其体质塑造者的猜测。直到2024年，他亲自发文证实，文字皆为亲笔，坦言衰老不可抗拒。这场迟来的坦诚，让被神化的励志符号回归真实。当皱纹与老年斑取代完美叙事，那辆曾承载无数感动的轮椅，成了公众审视信息真实性的焦点。